互人恐吓，赶紧来关心。下旬就已经抓到了，是不是这方面都没跟你联络？我想这个不，他是公开威胁哈，公开恐吓嘛。然后他是在他的脸书，没有警方大家也知道是他，所以你看这里面我把它整理出来，就是说他汇票第一次寄是在2月18号，那总统府那边是2月20号把它寄回去，然后2月27号又再寄出来，然后我们是3月2号收到的。你看看，3月2号还收到他的汇票，可见他并没有因为警方的安排而有收敛。那这个重要不重要？有没有破案都不重要，有没有移送法办都不重要。我讲的只是人身安全的问题，我个人的安危不重要，但是家人是无辜的。我希望我的家人至少像一般老百姓这样，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够获得重视。那一般老百姓可以跟国会联络人报案吗？因为在这边我们就因为我的幕僚就有国会报案，但是国会报案，结果你看我的家人有受到这个人身安全的维护，有受到维护吗？台北市说都有巡逻。来，我这一张，好。这个是台北市今天早上，台北市有关于我那个辖区派出所的所长，他讲到，本所并不知道您最近遭人恐吓。院长，那你要不要亲自到派出所去报案？因为我们是跟谁报案？对，报案的程序。这个部分这个以前就说，因为透过他都通报。透过这个刑事局，因为他是刑事局，这个部分因为刑事局要通知嘛，就是说我们通知，透过刑事局通知以后，然后他们已经成案，事实上刑事局也做笔录了，他们有做笔录，不是没有做笔录。跟职务有关系吗？因为我现在是院长我是院长，所以我透过我们的管道，因为我幕僚透过的管道，然后去处理，那这个应该。同样是一个警政署，他应该让基层警员知道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基层警员是不知道的。大豪，警方有透过台北市来巡签呢？警方说他们说那个时候您过去的时候，现在有 QR code 这个东西吗？他这个今天昨天我有一个照片，我昨天晚上9点32分去拍照，那时候空的，对，那没有 QR code， 我那个行动箱。他说他设在6号，因为你要低调，设在你们家隔壁。对。因为可能台北市设了这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巡逻箱，都现在算在我身上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人家解读说是派系斗争，您认为是派系斗争吗？人身安全，我讲人身安全，我等了半个月了。